緊嘅第3棒啦。咁通常咧就會係隊伍入邊咧打緊人比較高嘅人。好，揮空第一個出局出現。好好啊，其實唔知調整完之後咧，打者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打到出去咧？張德波，打出去，咁咧就去到二壘手嗰度啦。二壘手拋去一壘，成功攞到第一個出局數。哇！咁啊 ，Swire 咧就非常之群情洶湧啊！個 Better Runner 啦，咁打出嘅時候咧，傳一就 OK 㗎啦。好，打出去二壘手傳一，好好啊，好好啊，跟住一壘手，好好啊。跟住好，咁嘅 Swire 咧呢一場咧就入咗總共2分，6-2滿壘。哇！一支好靚嘅安打出去，哇！適時安打去咗個游擊手嘅左邊啊！一支好靚嘅安打。而家去到希頓啦，咁啊大牌，哇！繼續有一支安打，打出去，穿咗出去，撞個嘢，翻咗分，翻埋第2分，叔叔掉翻嚟 ，OK， 穿咗，而家係啦 ，runner 上咗3壘，好靚啊！頭先嗰支安打。如果我係教練，我通常都會襲擊佢噶啦，用走壘員。揮空出局，咗3年4年，點解？哇！打咗出去啊！即刻出過頭應該過頭啊！過咗 Whitefield，跟住跑者而家衝緊上2壘，上2壘啊！哇！係咪啊？唔放棄就咩事係啊！我哋啱啱先至講完，即刻嚟一個2壘安打。唯獨是咧係個 left field 有少少近喎，擔唔擔心啊？係啊 ，Level 真係比較近啊，不過我要打出嚟 line drive， 歪咗，跟住個3壘走咗，跟住掉去1壘，唔係掉去3壘，搞掂。下個禮拜啊，禮拜6就嚟噶啦，打咗個好靚嘅，穿咗個 level 啊，穿咗 level 繼續跑過咗2壘，過埋個3壘。翻空啊！運空啊！好靚啊！可以，最型嘅女人啊！啱啱喺度講啊！高波一個滾地球去咗 pitch 頭接到啦！一路手咁都要最後一局噶咯喎，應該係咪啊 ，Jason？而家29分啊！我哋都應該有 mercy rules 噶啦。又打咗去pitch嘅位置，一壘接到。聽媽影住，可以，得啊！係咪真係得啊？唔係我特別想結出365啊嘛，而家3上啊嘛，你三下後攻嚟啊嘛，得啊，係咯。好，今年啊，2025年啊。Hong Kong U 女子 Inter-Hall 嘅 Champion 啊，就係呢一個 St. John's College 啊，咁亞軍就係 Swire Hall 啊，太古堂啊，咁啊比數係20-3。